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我哋嘅頻道。今日我哋會帶大家去體驗一個好特別嘅旅程，目的地係香港元朗嘅下白泥，一個以美麗黃昏日落聞名嘅地方，仲會順道去附近嘅漁場釣魚，最後喺流浮山享受一頓新鮮海鮮晚餐，體驗下地道嘅悠閒生活。跟住我哋一齊出發啦！首先講下點樣去到下白泥。由元朗市中心出發，你可以揀乘33號小巴，車程大約30至40分鐘。或者如果你係天水圍附近，都可以直接搭乘西鐵到天水圍站，再轉乘小巴直達下白泥。沿途你會欣賞到新界鄉村嘅田園風光，綠樹成蔭，空氣清新，令你嘅心情都好放鬆。抵達之後，你會即刻感受到海風同廣闊泥灘帶嚟嘅獨特魅力。嚟到下白泥區，當然唔可以錯過附近人氣十足嘅漁場釣魚體驗。呢個漁場位於一個鹹水同淡水交界嘅地方，塘面好闊，魚種亦都好豐富，好適合初學者同釣魚高手一齊玩。入場費每位大約係港幣100蚊。如果你冇自己嘅釣魚工具，亦可以喺現場租用魚竿，租金大約20蚊一支。場內仲有專業嘅教練，會耐心教你點樣係線同釣魚，令你快樂又安全咁享受釣魚樂趣。釣魚嘅過程中，無論魚上唔上鈎，都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嘅寧靜同恬然。當天色開始轉為金黃，日頭漸漸西斜，就係欣賞下白泥壯觀日落嘅最佳時刻。行出漁場，你可以沿住泥灘慢慢行，揾一個開闊嘅位置坐低等候夕陽。退潮時，濕潤嘅泥灘好似一面大鏡子，將天空嘅橙紅、紫藍同雲彩嘅變化完整倒影出嚟，成個景色美得令人窒息。建議大家喺出發前先查好日落時間，提早到達，擺好相機或者手機，記錄下呢個難忘嘅瞬間。提供各式各樣嘅海鮮大餐。今晚我哋就選咗一間口碑唔錯嘅餐廳，帶大家試下啲當季最新鮮嘅海產。喺呢度你可以品嘗到招牌嘅龍蝦、螃蟹、鮮蝦、各式貝類同埋魚類，每一道菜都充滿咗海味同本地風情。餐廳環境舒適，氣氛輕鬆，無論係同家人聚餐定係同朋友一齊分享美食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餐廳嘅廚師仲會用心烹調，
保留住海鮮原本嘅鮮甜味，再搭配地道嘅調味料，令每一口都充滿驚喜。邊食邊傾偈，享受住海風吹拂，真係可以話係完美嘅夜晚體驗。希望大家鍾意我哋今日嘅分享。如果你對呢個行程有興趣，或者有任何問題同建議，歡迎喺留言區留言，我哋好樂意同大家交流。如果你鍾意呢條影片，記得幫我哋點讚、訂閱同開啟小鈴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哋之後更多精彩嘅內容。多謝你哋今日一路收睇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